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讲的主题是三博型套票，另外还有咱振兴3倍券哈。这么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来，市长看一下这边，3、2、1，开张哦。好。转现着台南靠近山区的博物馆旅游，市政府结合了山上水道博物馆、左镇化石园区、南营天文馆以及虎头埤风景区等4位推出了三博型漫游套票，以着优惠的价格，提供着来山区佚佗的民众加一种的选择。为着市长1月14号就伫咧新化虎头埤主持套票发行的记者会，伫咧农历过年前强力来推销山区博物馆风景区的旅游套票。在春节期间这4个点都有特别安排了所谓的春节期间的旅游的特别的节目。那像这个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里面，这阵子增加了很多的公共艺术的部分。那即将完成，还有一个巨人的沙坑非常的巨大。那也有市长非常关切的很多的花卉的一些布置。那像我们左镇化石园区也有侏罗纪的泡泡 party， 可以让孩子亲子一起玩耍，然后参观我们5个馆室。那包括我们的虎头埤也好，或是我们的天文台也好，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些特别的节目，所以是行春最佳的一个地点。市长来表示讲，三博型漫游套票伊的原价是460块，套票优惠价格只有280，会当讲是优惠太高，要将近6折。使用的期间，佫会当到110年的1月31号哦。第一个，它1年有效；第二个，你今天没有玩完的这个你下次再来还可以用，并不是一张票只能1天内使用，所以说它的时效长，而且它的这个 CP 值又高，加起来总共460块，结果事实上你280块，将近6折的这个费用就可以取得，而且可以1年有效，所以这个是非常有 CP 值，而且非常能够介绍台南观光，而且非常能够在带动山区产业跟这个观光人潮，而且是对于一般外来的民众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来这边看，它已经不仅是长知识，而且是增见闻，而且事实上来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真的是非常的好。市长来强调讲，伊真期待，即着即个套票的推动，一方面会当互更较侪人会当来佚佗台南的好山好水，一方面嘛会当带动地方的在地经济发展。即个模式将来伫咧台南其他的景点也会陆续来拆出来，会当互大家一票来算到底。来，山博行赞，来麻烦大家帮我们多推广哦。我们明天正式开始起售，使用期间呢是1年，一直到110年1月31号啊。可以分多次来到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文化的古都吼，咱知影这小吃啦，还有吼咱的这个古迹的是台南的这个特色吼。另外，咱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咱的博物馆嘛，真侪吼。台南市大细这个博物馆啊，还有咱的这个地方文化馆吼，这拢总有49间吼。所以呢，咱台南市嘛，佫有另外一个名称吼，就是博物馆之都吼。咱文化局呢，最近吼有一个活动，就是咱的三博型漫游的这个套票吼，这是来配合着咱市长的这个施政方针。另外吼，就是讲咱因应着这个后疫情的这个时代啦吼因为吼，即马大家拢需要去户外吼，安尼伸展一下吼买当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吼咱的这个三博型的这个漫游套票吼，伊是配合着咱台南市3间的这个博物馆佫有一个景点吼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套票。那么这个套票就是要互咱的民众吼，伫这个当中呢会当吼用上介少的这个钱然后呢玩到最开心吼最愉快吼。另外咱今仔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咱的振兴3倍券吼。伫这个振兴3倍券的这个当中呢，咱台南市政府、咱文化局遮嘛有推出一寡优惠的这个活动。那么今仔日呢，来甲咱乡亲朋友来介绍这个活动呢，是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副局长，咱周雅青副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介绍。副局长你好。
弯弯姐好。是，那么吼，讲到咱这个三博行，这个漫游套票啦吼，我想要请教咱这个副局长的是讲，这个动机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去年的时阵吼，咱第5月的时阵，咱左镇化石园区开馆嘛，那开馆之后，很多的观众就非常的喜欢，也造成蛮大的这个热潮。对。然后10月的时候，阮台南水道博物馆吼嘛开幕，啊，这2个博物馆开幕了后呢，咱山区这边的这个民众哈就造成蛮多的民众都很喜欢去这2个博物馆。啊，市长就认为讲，那安尼总共会当互这2个博物馆的门票吼，甲合作伙，互大家会当用更便宜的价格，就会当一摆享受到2间博物馆的服务。因为这2间博物馆是真近啦，因你啊开车差不多10分钟就会到，所以阮的市长的交代阮文化局就讲，看会当研究一下，看会当塞一个套票出来了。阮就讲，阮后来就甲王石师副市长这位讨论了呢，就认为讲。咱山区这个所在吼，除了这2间博物馆了，咱都有一间天文馆，蓝营天文馆，嘛真受到大家的介意啦，都有咱这个虎头边的这个风景区吼嘛，大家嘛真介意去，就规去塞一个山区的这个博物馆的套票，互大家互民众呢会当做伙。买一摆票，就会当享受到4间套票的这个优惠吼，所以阮就甲这4个点甲做伙，鼓励咱山区的朋友吼，毋是咱民众朋友吼，来到台南来佚佗的时阵，嘛会当考虑到山区这个线，来去这博物馆行看看。因为咱市长是欠底吼，伊是节节出名吼，差不多莫讲咱台南市的乡亲啦吼，全国的这个民众拢知影讲咱市长是欠底吼，所以较想的拢是要咱吼精打细算啦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吼，他拄仔咱有讲着嘛，有3个这个博物馆啦吼，搁有一个景点吼。那么有的乡亲朋友可能对着这3个博物馆跟这个景点，还是有点陌生啦吼，是不是？一吼稍微跟你们介绍一下它的特色。OK， 这就是遮顶这个博物馆吼，这个画旧的博物馆，遮顶。伫即个蔡寮溪吼，即个所在，伊这是咱台湾上早发现着台湾的即个化石的所在。伫真济咱遮的化石界的老师啦吼，也是对化石遮有研究有兴趣的民众咧，拢会定定去蔡寮溪遮去捡遮的考化石。阮是伫即个。差不多伫1960年代吼，50、60年代的时阵，足早以前都有一个这个菜寮化石馆，伊伫这个所在，就是因为有这个菜寮溪遮的化石，阮这个化石馆嘛有差不多有4000几件的典藏，所以伫这个馆期合并了吼，这个赖清德赖副总统，伊做市长的时间的时阵呢，伊就有支持阮甲这个馆甲扩建，阮后来的结合，除了这个菜寮化石馆本身，就结合光荣国小，结合自然史教育馆，3间较改做一个左镇化石园区，互伊更加丰富，嘛顶起这个馆，因为本来的馆上细，去了阮就伫去年5月时阵就重新开园，内底进就有规划有5个不同的展区，典藏有4000几件的。这个化石，里面有大象的啦，有海洋的，有陆地的，都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另外我嘛，非常重视这个亲子的部分，所以内底有真侪
让民众可以用互动的方式，对，让可以去佗这个馆，所以开馆了就受到非常大家非常的介意，民众都去的风评非常的好，也喜欢一去再去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最近也才更展，更了它的那个特展。那这次的特展呢是。主题是海洋的生物的特展，那告诉我们民众，这些以前在远古的这个海洋的生物啊，是怎么样从陆地走到水里，再从水里再走回陆地，所以也这个特展，我们也运用了多媒体的方式啊，让那个展馆可以有一个360度的环境的这个装置，可以让民众小朋友很容易的就可以理解，这个水上的生物，可以看到苍龙啊，这些民众很喜欢的动物的介绍。那所以这个馆是非常的丰富啊，也受到大家非常的喜欢。这是化石馆，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10月开馆的这个，去年10月开馆的这个水稻博物馆。那水稻博物馆呢，伊嘛是一个超过快要100年了，它是当时台湾的这个水卫生的工程并不是太理想太好，有一些瘟疫的问题了所以当时为了解决这种民生用水，那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威廉巴尔顿，这是水稻之父啊，伊伫差不多1897年的时阵，伊就开始研究讲，伫台南这个所在要安怎让它有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设施。那后来在1912年就开始盖这个民生，它是用一种重力放水的方式去做，所以一底刷电嘛，在山上去这个看管，那它就利用这样的原理，它可以把水送到这个所有大台南市的民生用水，就靠这一套设施。因为咱尤其是大人啊我们的长辈常常讲，我跟你讲我以前是安怎，他们很喜欢说以前是安怎，可是你要去跟年轻人或者说更小的小朋友说以前是安怎，你怎么讲他都听不懂。那你如果带他来，比如说水稻博物馆啊还是讲咱的这个化石园区啦那么比你更久以前的我们都看得到，就一目了然，知识性很丰富啊，你也当了解。这些事情你可能平常已经习以为常了。例如说自来水，你可能刚刚讲开开的屋，你有知影是安怎被净化怎么样被抽起来净化，然后输送到那个。那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自来水公司的那他后来呢，他也新建，他1922年的时候完成，那他也后来就捐给那个市政府。那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把它指定为古迹，那它就是它的建筑物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有特色。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古迹的修复，之后呢，在去年的10月就正式完工。那它很宝贵的就是说，一寡自来水的设施啊，拢有留的，拢伫这个建筑物内底，所以你进去这个水稻博物馆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设施是怎么弄。咱伫咧厝内底的时阵，咱水开了头拄啊，咱副座讲的，最多要水开了就有水啊，就是说很简单呐，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甚至连咱大人嘛不一定知影就是讲，去到迄个所在，虽然那个是以前的方式啊，不是现在的方式啊，不过毕竟呢，在这个当中让咱去理解说，这个水从那个天上下雨下来的时候啊，怎么样的过程然后到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过程，这些还是有很多人他的一挂心血啦所以理解当中我们透过这实际具体的物件去了解我们就很能够
一目了然哈啊，也不用你在那边讲，我跟你讲，我以前是安怎，对不对哈？那还有就是说，咱哦，这个天文馆，这个天文馆是属于教育局的部门呐哈，我们也是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文馆伫大内，对，哈，那以这个馆呢，伊内底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天文的介绍，它总共有三个馆，那你到那边呢，你就可以了解这些天文气象的历史啦，对，跟一些知识啊，你可以，它里面有一个3D 的剧场，而且它还有那个很高倍的，对，它有那个高倍的望远镜，给你可以看天文的，它有一个3D 剧场，可以让你体验这种天文的气象啊，你实际去那边那种感觉真的是跟我们在书上看的，或是说你电视看我都看到哈里那么具体啦哈。那么另外就是讲这个虎头碑这个风景区，虎头碑这个风景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啦哈，但是我们还是稍微跟他介绍一下。以及这个虎头碑其实它是一个水库，它是台湾第一类水口，所以，然后它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它有南银八景之称啊，那里面呢有很丰富的植物的生态，还有很漂亮的花景，那的阿波勒现在前1-2个礼拜是开得非常非常的美，那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花会盛开，然后它有游湖步道，然后有露营区啦，等等。里面是非常的丰富，那很值得大家去散步啦，走走，吸收这种大自然的芬多精。对啦，因为他都咱讲的嘛，今嘛后疫情时代啊，咱闷在家里面闷得太久了然后每天局限在这个房子里面有时候没有出去透气说实在的，难买 K 笑，K 笑就开始夸大了。不过也是要真的出去舒展一下。前阵子不是那个疫情的时候。它就被视为是一个热点对啊，大家都没招意的所在。对。那么咱这个三博行的这个套票它的特色是什么？还有什么优惠内容？伊有2个特色啦一个就是讲，伊这个套票非常的 CP 值非常的高，它这个四个景点结合起来它的票价本来应该是460块，然后我们是用260，就是有优惠了。对，大概打6折。那是要1天把它玩完吗？没有，它的使用它的第2个特色就是它的使用时间非常的长，它是可以用到110年的1月31号。对，所以你可以慢慢看。那所以其实买起来是真的非常的优惠。对啦，因为你若有对这些博物馆有兴趣的话你来这个你就会想要去另外那一个了如果每一次都买，真的是每一次都买，你就是一个买嘛那一个一个买就是400几块，差不多一半的价小，差不多6折。对啊，那你这样子你可以玩到这么多丰富啦，而且也不含足地时间那个时间很长时间可以拉长，所以。你也可以跟人家 share， 所以你对你这个经济的压力就很低啦那么咱这个三博行的这个套票来对啦你讲这4个景点那他们如果说民众要去的时阵当然啦，咱住伫附近人都很熟悉啦但是对着一寡比如讲我知影像咱这个部分拢是伫个什么大内啦遮顶这个所在那对着咱伫住伫市内的人他要去那边可能有点，除非开车啦你也是讲比如讲你选择要坐公车啦，或者是讲其他的这些交通工具，我们要怎么去？对，现在就是你当然你可以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开车去那边停车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也都还好。那第2个就是一般的公车的路线其实也都有到达这些博物馆的点但是呢，阮交通局最近呢都设一个三博行的这个假日公车它这个假日公车是结合了3个博物馆的点，所以嘛配合咱有周边整个的配套都有，打造这3个点你上了那个车呢50块一天一天50块你会当
任意做这样子，随上随下，随上随下这样。就是说你其实要交一盖的钱，对，起起落落，因为摕几盖拢不要紧。对，爱50块。所以这个优惠啦，好像很优惠，而且它是直达，它几乎就是直达这3个博物馆。尤其咱今摆在介绍的时候，已经是迄个暑假啦，暑假咱有些爸爸妈妈要带小朋友出来玩啦，那么在这当中尤其是咱有介绍的，像你讲这个天文馆呐，这个都很适合小孩子啊。好多咱咧讲的这个水稻博物馆啦，植物园区，这个都是很适合小孩子。水稻博物馆有沙坑，有给小孩子玩的沙坑，有水池，给小孩玩的水池。所以你可以让计划一连串一系列这个活动如果你有长假爸爸妈妈多喝个有长假就刚好可以陪伴小孩子在这个当中亲子之旅啦那么以及我们刚刚让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然后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设施也都很配合小孩子可以让小孩子跟我们的家长一起大家有个互动，很适合亲子游啦。因为有时候平常时你上班爸爸妈妈去上班透早去上班小朋友去好好读书刚到厝的时候哇食一个饭可能又差不多了，很晚了，我们要一个补习大家可能见面聊天的机会也很少，有时候变成亲子之间提供家人的之间的这个感情就变成很疏离那么在这当中我们配合这个活动大家有互动，你像这个互动还是有设计过的让大家在这个当中咧耍的时候它的那个内涵更丰富啦不是讲漫游世界行行踅踅不一样，假的对，那这样子的话彼此之间回去还有一个回忆，很好的回忆它一定会有一个很丰富的回忆。其实你也学习到很好的知识。对，然后呢，这个就是讲等到你暑假结束之后小朋友可能要交作业这个交作业最好了。他们要交作业的时候，分数就会非常好，就不怕没有内容了那么另外，咱过来讲的就是咱振兴3倍券，好像7月15号，7月1号就开始预购嘛7月15号就开始会当来用这个3倍券去购买东西咱市政府嘛要来配合这个活动有一寡这个相关的措施。市府其实会陆续会塞足侪的活动出来，那但是阮文化局呢，就是拍一个口号啦就是要振兴我们文化先行这样子先文化先行然后希望大家未来会当用这个振兴券来多支持咱的文化景点来大家来文化场域给多走一走这样子，所以阮就特别推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优惠的方案出来，叫做这个8+8澎湃迎客包这样子这是阮进阮有出产开发这的神级商品啦，神级商品就是讲这拢是神级人物拢信啦，就这个保庇，拢会保庇，会成功，会幸福，当读册，会致富的，会恶灵退散的，这神级产品其实是非常的，大家非常的介意逐摆其实你只要廉价了，就拢销售一空，所以你进大概加上拢是空的这个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鼓励民众，大家多在来到台南的时候多支持咱的文化景点，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些商品总共8项进2、3、4、5、6、7、8，对，这8项呢，它做成一个套装，这个8，第一个。这个8就是这8项商品啦阮在地文化局，阮在地有古迹景点阮的古迹景点嘛，差不多8就是有赤坎楼、有义载金城、安平古堡、安平树屋台湾船、水交社园区，在咱拄仔讲的这个左镇化石园区跟水稻博物馆，拢总这8呢，再加这8项物件，只要500块。含门票就是全部加做伙就500块，安尼差不多拍4折起哩啦。本来总价值差不多伫800
800几块，那很划算啊！你去佚佗，物件买等下摕去倒伴手礼送互你的。对啊，你家己食嘛，你其实本来对来到古迹区，这些东西热门商品，这不是滞销商品啊，你本来就会买这些物件，所以其实等于你大概花这个钱，商品的钱，再加一个景点的门票钱，你就可以玩7、8个这个景点，没有问题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为了这个振兴券的发行，然后特别推出来，这个应该历年从古迹这个开始卖门票以来，从来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出来过，所以我们主要就是鼓励，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喜欢这个来到我们古迹，多到古迹来走走。那另外呢，就有人就会说，那我这个没有，我只想在这个，我是台南人嘛，那我本来进古迹的门籍啊，那我也想要参与这个方案，是要安怎？你500块对我来讲的太贵，因为门票门籍嘛，对。那所以我们就又开发了一个专门for我们台南市民的，叫做市民同乐包这个包就是200块你会当赶快去买这个8个景点，这8个景点内底呢，有几个是本来的古迹景点是市民门籍的门票但是有几个市民是半票，伊嘛是爱一寡费用啦，清洁费，就是清洁的费用。那我们再配4个商品，那你就是8+4这样子，就200块就可以带走啊。然后另外呢，有的民众呢，他就会说，那我因为毕竟三博行这些东西山区嘛，有2、3个这个博物馆是比较远一点我可能来台南没时间，我不像你等，我没有办法过去。那当然那是很可惜的事情啦可是我们也为了他们特别设计了这个古迹欢乐包。那这个包呢，它就是在市区的哪个景点，然后搭配一样式样的商品，那也是200块这样子。那比如说有的人想说我要多买一些这些的，那就另外再买没有问题，只要有货，你都可以再买。因为搞不好他在那边玩一玩，他吃了就吃完了，他好像想要带回去当伴手礼没有？他也可以就另外再买，他可以再买。对，没有问题，只要架上有货，他都可以买。现在我们感谢咱副座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最后咱副座刚刚有啥话跟乡亲朋友讲？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三博行的套票那其实山区来到台南呢，不只是在市区好耍市区虽然食的这古迹这好耍的所在这但是山区这边呢嘛是有更不一样的风景你想要体验台南不一样的风光跟不一样的文化内涵咱来到台南除了在市区了你一定要拨一个时间来到咱山区来走走到山区呢其实你就是不可避免一定要去这4个所在大概也没有不会这4个地方你如果忽略了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可惜那所以三博行的这个套票呢一定是你的首选你买了绝对不会你买感到非常的超值这是物超所值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到台南来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台南这个城市更了解这块土地上面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内涵跟丰富的知识是欢迎大家是因为咱市长黄伟哲是就任开始一直在推动咱台南市的这个建设另外对着咱台南原地有的这比如讲古迹啦小吃啦伊嘛是就认真的推动啦即嘛拄好配合着咱的这个暑假配合着咱后疫情时
时代啦吼，会当吼，互咱的乡亲哦，啊，来四界去行行看看咧吼，啊，然后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啦吼，啊嘛，互咱的民众吼，大家吼，伫这个暑假的这个当中，带囡仔来到这个所在，会当有一个深度之旅吼。今仔感谢咱文化局周亚青吼副局长，啊嘛感谢咱乡亲朋友咧收看咱台南向前行，我是婉婉，我们下次见，谢谢。